各位兄弟平咱即时要来串联两条的信息吼。第一条是部落青埔志大上帝，部落青埔志大上帝。第顶礼拜我伫遮领过时，咱有看吼，咱是唱信息197首，差不多伫咧头前一场礼拜内底，第一条的诗歌拢是部落的诗歌，嘛真侪拢是诗篇内底的歌曲。咱知影就是过去，咱若照即个圣经来的时阵比较较困难来唱歌，所以呢，过去拄开始发展的信息叫做韵文诗篇，就是敢若用信息总是搁改写，互伊有押韵，互伊安尼真水的迄个字句今仔日即条较特别的就是即个作词的人。杨世阳，由细勇牧师，伊是关仔岭，伫关仔岭出世，毋过伊的老爸，伊就有一工主日要去做礼拜时，伫咧山顶拄着强盗，就来过身，所以伊是一个遗腹子，伊还未出生的时阵，老爸就过身，所以伊的妈咪，妈妈。从伊生来了后，伫遐求上帝，想出伊开来，因为伊家己一个人要来迎娶，迎娶即个杨世阳由细勇牧师，所以伊就讲自愿讲，我要将即个囝子来献予主上帝，所以真用心伫遐来教由细勇牧师，所以伊细汉的时阵，伊就读迄个。中营中部，中医中学读了后，因为同款是伫咧台南，所以伊要入去迄个台南的新学院要来就读。毋过伊可能安尼有提早1年去读册，所以要去南市要去读册的时阵，年岁无够，伊只好留伫咧长荣中学内底做助教。毋过当时长荣中学诶校长足疼即个杨世勇牧师，所以伊若有闲，伊就甲叫伊来伫遐教伊英文，然后到尾所以伊的英文的造诣足悬真好然后到尾去读南市毕业了后，伫咧几间教会有误会了后，就走去日本。读册，去日本读册，转来了后，也是游玩，伫咧南部，伫遐迄落牧会，尤其上名就是伫咧台南的东门教会，台南的东门教会拢是出一寡安尼，伫咧信息顶面真有造诣的牧师，像有说用牧师啦到尾咱也知影王明仁牧师，伊嘛因过身，但是对信息真有贡献的一个牧师，伊杨世勇牧师，伊的迄个文学造诣非常的强，所以我伫咧捌甲大家讲过即个故事，就是讲，咱知影咱台湾的圣经台语版的圣经，是巴克利牧师所翻译的，所以当巴克利牧师伫咧香港底下咧翻译即个台语的圣经的时阵，伊就想到杨世勇牧师，就来调伊讲，你着来甲我斗3工来翻译台语的圣经。迄阵伊打结婚尔，囡仔才5岁，无个月，但是伊只好迄个气家炮子走去迄个香港帮忙巴克利牧师伊来翻译圣经。咱的信息，咱即马新信息的头一本，咱迄本大家拢足熟的。伫迄本牧师就是由世勇牧师做信息的委员会的主席，伫伊的任内伫遐编辑的，所以有真侪人讲即马要找迄台语的诗，迄个要翻译迄个诗找袂着，安尼比早前一版的迄个信息的搁较水的文字，所以咱来看即条。
咱已经应讲对信息诗篇第8篇，所以嘛是一个韵文诗篇，要做甲改写，写作变做咱会当容易来唱。你看，拢有押韵哦，押韵乌落青雨，志大上帝，你名女传万世地世，你将阳光摆设伫天，真正伟大意义。所以咱来看，第2节对别的对，能力的力，天明的明，静静的静，过来天七一二，过来书有册的，第5节鱼一地世，所以这实在是真有押韵，所以要搁改写圣经，搁甲创作有押韵，方便咱来唱，实在是真无简单的。咱来看第1节，苏婷。Oh
求你帮助我改换迂回的心情，甘愿顺服主。第三节伊遐讲，求主使阮可怜，使我对担起果然真正换心。袂当有人求讨主无辜欠客，求主洗我，互我比洗搁较白。所以咱即个所在，咱来做礼拜，咱也是一遍吼，爱真注意，就是讲，当聚会去遐咧祈祷，伊中间一定有一寡伫遐求主赦免的部分，咱也求主赦免咱迄需要，也是今仔咱的迄个金句内底吼，摕迄个恶毒的部分，求主来甲咱除去。总是咱安怎听无够完全，应该爱听的无去听，吼，应该爱服侍无去服侍，咱的个性应当无爱安怎追求完全，无爱追求进步，这对上帝来看，嘛是一款的罪。望上帝，咱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咱就伫遐祈祷，求主上帝洗除咱一时误会，互咱安怎会当比洗较白来唱第二节。今仔日是少年奉献之日，奉献在伫座位头前，听观众奉献，听经，同心来敬拜上帝。座位啊！
若是猜我会白引导伊，就无人会丢紧我的。伫每日要互伊好活，弟子的身体有记甲讲，拢要互上帝教。今仔对白听的人着敬我。上帝来因死而落上帝，信诗198首，信诗198首，请起立。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将你的创造天地所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圣子，咱的主，伫你圣神投胎，你在西路马利亚出世，伫阮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和因苦，就杀你死人经过，上天感谢地上的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过来生活人甲死人，把性情小酒，我的心道上风，这下面两只歌，满了王命，请说。启应第32篇，做伙来应答上帝的话。上主啊，我伫神求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会赦免人。我抱册听好上主，我的心神听好主，比守望的人较抱册听好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当心来祈祷。阮伫天立的爸，愿你的名色，你是公义，
你是慈爱。伫礼拜二的早起，阮要做伙来感谢你，阿罗你。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美，你也是阿法、欧米伽，永远袂改变的真理。你是阮的光，引带阮行光明、平安的路，脱离黑暗、危险。你是阮的倚靠，阮的石盘，是阮随时的帮站。伫阮拄着困难的时，你用温柔陪伴阮；伫阮对敌的面前，你甲阮摆设宴席。你的疼充满阮的心，无你带阮入得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阮要学罗你，你是阮生命中奇妙的恩典。主啊，阮软弱，定定听袂着你坚定的声。直到互代志的表面所欺骗，怀疑自你的能力，阮无顺服，毋敢踏出去，直到只有看到家己的欠缺，阮煞袂记得，你是阮一生的主，你应允守护阮永远的活命。阮骄怒，常常挪用你赐予阮的智慧。无相信主你所安排的计划，偏行家己的路。阮过头自信，用家己的方法，甲即个世界大请拼，直到规身躯受伤、流血、流目屎。阮煞袂记得，你才是世界的主，袂记得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阮要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求你赦免阮的骄怒，守护阮谦卑，互阮知影家己的微细，知影阮需要你。求你赦免阮的无知，守护阮智慧，互阮会当搁一摆连结甲你的亲密关系，会当得到伫你内面尊贵荣耀的身份。求你赦免阮的软弱。用恁的油抹阮的头，互阮经验你国外的大能，互阮的杯满出来，互阮徛起伫耶和华你的厝，永远敬拜你。阮生生白日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经讲。
来讲道上帝话，记载于旧约撒母耳记18章第50甲第9节，甲第15节。旧约撒母耳记18章第5节，甲第9节，甲第15节。王命令约亚比塞以太讲，对待我款待迄个少年人亚沙龙甲较款。王为着亚沙龙命令所有首领的话，百姓拢有听见，百姓就出去，天意伫以色列人伫以法莲的树林交战，伫迄以色列人大使伫倒个受个恶果的面前，迄日阵亡真多，足济，共有2万人，因为战争衫真开，遍对迄所在，受人所吞灭，比好多所吞灭较济。亚沙龙偶然伫大卫的老婆，亚沙龙骑伊的骡走到大城，上演的手机的经过，伊的头壳挂着枪手，吊甲半空顶所骑的骡做伊去。摇下钱家死的少年人早会为亚沙龙祸害伊死。公道。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定定会诉说上帝的疼痛甲怜悯，较袂记得上帝嘛是公义的上帝。因为上帝对罪绝对是无宽容的。咱敢会记得2礼拜之前，咱有讲到大卫杀人犯奸淫的罪了后，虽然伊有认罪悔改，上帝嘛赦免伊，但是伊造成的伤害，较毋是讲一声抱歉就好啊。因为伊已经毁灭乌利亚的一家，所以上帝对伊讲：你是安怎藐视上主的命令？看伊做歹的代志，你叫阿文人会倒胎死赫连乌利亚，互伊死伫战场，搁带伊的某做你的某，但刀剑要永远无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我，带赫连乌利亚的某做你的某。刀剑要永远无离开你的家，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罚呢。但是大卫无反驳，伊认为这是应得的。伊顺服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咱看到罪的破坏力是遐尔大，毋那是家己受到影响尔。对13章开始，咱就会当看见大卫的家庭、甲国家开始陷入迄个凶恶、甲政治的恶斗。其实大卫伊若记牢上帝，若谨慎伊的家庭生活，这一切拢袂发生。但是伫伊心里拢有啊。心骄傲啊，就袂记得上帝，互魔鬼趁机会入来，造成了后的这悲剧。所以旧约就是咱的境界。真侪人伫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会认为这是因的代志，甲我有啥物地带？但是这个民族就好亲像是咱人生的缩影。因伫困境的时求上帝，然后上帝伸手帮咱。毋过好日子过久啊。上帝是想，因就放袂记哩，就缀伫遐拜外邦的偶像。咱嘛容易犯着安尼的错误。上帝敢若是我的救生圈，危险的时我紧该揽条条，但是当我安全啊，就迄伫边啊。
毋过安尼循环无法度互咱甲上帝建立关系，这是咱咧利用上帝。所以旧约嘅历史会当提醒咱，着自信上帝，咱嘅人生才会当行往正确嘅方向。所以咱看见，就伫即个大笔，伊认罪悔改了后，上帝接纳伊，然后互伊甲即个拔示巴佮生一个囡仔。就是出名的所罗门，但是所罗门王的故事一直爱到列王记，咱才会当去看见。圣经接续互咱看见的是大笔家庭的纷争，就是大笔这无共款的太太所生的后生因之间的代志。13章，这章应该是规本圣经内面上有话的一章，因为大笔的大汉囝暗论非常爱伊。共老爸无共老母的小妹塔玛，甚至你个暗论为着要得到塔玛，是用真无清气的手段来侮辱伊，来强暴伊。这件代志伫一家之主大笔知影了后，伊真生气，但是伊无去处理，所以这就伫塔玛的大兄亲阿兄，就是大笔第三个后生押沙龙的内面。进入一个怨恨的经济，但是这个押沙龙非常高忍，伊伫过2年了后，甲设计谋将大笔的大汉囝暗论杀死，然后就走去外公基述王伫遐面。所以咱看见伫一个家庭内面，后生杀后生，这互大笔的心非常的悲伤。但是3年过去啊，大笔想要对付押沙龙的心渐渐消失。后来，大笔允准押沙龙重新转来耶路撒冷。虽然伊也无法度甲即个杀死伊后生押沙龙来见面，但是搁过2年了后，做老爸心软化。伊对即个杀死伊大汉囝的押沙龙，伊无任何谴责，伊无任何处罚，重新来接受即个囡仔。有人讲，时间是上好的药啊，时间一久，问题就会自动解决。但是伫遮，互咱看见的较毋是安尼。放久的代志不但无解决，反倒是人互即个问题解决去啊。因为大笔对家内事无适当的处理，表面上看起来因爸仔囝的关系来重新得到恢复，但是真正的问题无处理。因为这个押沙龙，伊无真正认罪悔改，伊就重新来得到这个王子的身份，并且嘛，因为伊前2个阿兄拢已经过身，所以理所当然，伊是王位的继承者。所以咱看见大笔成押沙龙，直到伊落尾来背叛伊的老爸大笔。圣经互咱看见大笔这个做老爸疼。但是嘛，互咱看见这种软弱的疼所带来的伤害，所以伫圣经有真侪经文，伫提醒做父母的第一，咱爱将上帝真理教互囡仔知，亲像以色列人拢爱教示因的囡仔，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今仔日命令恁这话，就记伫恁的心内，嘛着温存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里坐，伫路里行。倒地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伫遮咱看见上帝的教示是安尼。信仰的教育毋是靠礼拜日1点钟就会当起做，重要是咱每一日家庭内面，咱的信仰生活是过了安怎。另外，圣经嘛提醒亲子的关系，伫以弗所书第6章有讲。做囝儿的就顺服父母，这是信主的人应该有的本分。做父母的毋通激恁的囝儿受气，就照主的管教、甲教示、甲因培养。真有意思的是，圣经是允准父母爱有适当的管教。伫箴言嘛有讲，毋通责罚囝儿，毋甘责罚囝儿是无听因，若听因。就着照时折度，但是要注意的是，圣经讲的毋是
来伤害咱的囡仔。伫箴言19章18节有讲，趁要有五望，着管教家己的囝，毋过毋通过头煞甲伊害死。最后，父母本身嘛爱有好的模范。你家己若对信仰马马虎虎，你就无法度互囡仔通过因所看见的来得到好的学习。虽然看见大笔胜押沙龙，不但互押沙龙无认罪，并且嘛互伊哪来哪无将上帝、无将伊的老爸放伫眼内，伊等为父继承王位啊！所以咱对15章开始，会当看见伊背叛的计划。大神伊伫出门的时，拢会安排50个人的兵马伫伊的面前开路，这是国王出巡的规矩。另外，押沙龙嘛去到城门口去听百姓的官司，这毋是伊的工课，这是王大笔的工课。虽然看见伊不但有王的迄个办事，佮去霸占大笔的工课，并且佮含大笔伫不义的中间。因为伊对遮来寻求司法帮咱的民众讲，你的案情合情合理，毋过王无交代人处理你的案件，可惜无人指派我做即个队的审判官。若有人有3个着审判案件来我遮，我会照公道来判决。非常干巧，伊伫民间伫遐带风向。另外，若有人将伊当作王来跪拜，伊不但袂阻止，并且会伸手牵伊、จิ้伊，亲民爱民的好形象。伊甲真济的政客共款，一步一步用手段将家己杀往迄个王位。经文有甲咱讲，押沙龙用安尼暗中得到以色列人的心，伊安尼做，一做是做4年。4年了后，伊甲大笔骗讲：老爸啊，互我去希伯伦伫遐来敬拜上帝。大笔稳准伊去，伊讲伊要去敬拜上帝。为什么会选希伯伦呢？因为希伯伦是押沙龙出世的所在，所以伫遐伊较会当找到会当来呼应伊的人。第二，进前大笔先伫希伯伦做王7年半，然后刷即个伊的首都刷都迁都到迄个耶路撒冷。当然，这对遐希伯伦人来讲非常无方便。因若要找王，就要长途跋涉去到耶路撒冷，所以非常自然，这人对大笔的怨言就转往去支持押沙龙。但是押沙龙要做王，毋是遐尔简单，靠家己是无够力的。伊爱有一寡文武百官来成做伊的靠山，所以押沙龙就邀请200位毋知影实情的耶路撒冷的这政要官员做伙去希伯伦。表面上是讲咱去敬拜上帝，实际上押沙龙将这200个人当作人质，因为这200个人甲伊做伙去啊。伫遐因若反对押沙龙，马上就无命。但是因若公开支持押沙龙，这就等于是叛国。非常特别，其中有一个人，来军队押沙龙的中间有一个人，伊叫做亚西多夫。伊过去是大笔的参谋，但是较来投靠这个押沙龙，为什么？因为伊就是拔示巴的外公。伊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查某孙仔，互大笔王抢去；伊的孙囝婿乌利亚嘛，互大笔王害死。一个好好的家庭就安尼来毁掉啊！自然，这个亚西多夫就毋愿意搁成做大笔的谋士。所以安尼有一个插曲，互咱看见犯罪的后遗症有偌严重。所以当有人来报告这个大笔讲。以色列人的心拢归往押沙龙啊！大笔决定马上离开耶路撒冷。咱想看卖一个王落跑，这非常的无尊严呢。但是一边是伊家己的后生，另外一边是无辜的人民，为着避免内战的发生，大笔当机立断，伊弃城逃亡。
咱著看见真正人的骄傲会引发遐尼多的罪行。这搁较证明罪毋是被动等伫咱去就近伊，罪亲像一只野兽拍伫咱的面头前，等机会一来，伊就合过来吞食咱。咱看见押沙龙，一个出世伫敬拜上帝、王族家庭内面的囡仔，伊大汉了后，较毋捌上帝，所以伊的内心是啥？报复、残忍、骄傲。可见一个人是毋是认捌上帝，甲伊的出身无关系，甲环境无关系，甚至有当时太过舒适，会互人袂记得上帝。反正咱看见即时伫流亡的大笔，伊伫遐来离开伊的国家，伫伊上悲惨的时刻，但是上帝较互伊的信心，伫落难的时刻会当重新来恢复。上帝兴起真侪人里应外合来成做伊的帮衬，亲像祭司甲一寡伫王宫内面的朋友，拢会提供情报互伊。这嘛，互咱看见上帝的话袂改变。虽然上帝互大笔的审判是讲刀剑永远袂离开你的家，但是你袂抵到死，这是上帝互伊的审判。所以确实咱看见。伫遐尔危险的时刻，上帝犹原保存大笔的性命。所以透过这个人的帮衬，大笔听下有够野气力了后，伊就组织伊的军队，反过头去攻击押沙龙这个叛徒。毋过，伫军队出发进前，大笔佫袂记得伊成囡仔已经造成偌大的伤害。伊迄个做老爸怜悯的心，搁一摆发动。伊对这个领兵的将军讲：“恁着带念我，毋通伤害迄个少年人押沙龙。”这话所有的军兵拢听见啊！哇，若讲这话伫家庭的内面是非常感动人的。亲像伫新约内面，耶稣用一个故事来比喻上帝听。这个故事是讲着讲。一个伫老爸要袂过身，就讨得分财产的细汉后生，伊离开厝，将这所有物件拢开了后，伊阁转来找老爸，但是伊知影伊无够格做一个后生，伊求老爸，互我会当伫厝里做一个工人就好啊。无想到老爸完全接纳伊，阁恢复伊后生的身份。哇！老爸赦免囡仔。安尼故事非常的感动人，但是这件代志毋那是发生伫一个家庭，这件代志是发生伫一个国家。押沙龙伊所做是叛国的，对以色列全国来讲，这个押沙龙是背叛规个国家的罪人，毋是因爸仔囝之间的冤家尔，并且因为伊的背叛，引起的这场的内战。可能造成以色列人之间非常大的死伤。正常来讲，律法有规定，若掠到叛国的人是应该该处死的。但是国王竟然要求人来放过这个背叛者，果然，这场的战争非常的凄惨。伫60到80有描写。迄天有2万个人死伫家己同胞的刀剑下面，但是上帝毋是无处理哦。咱看见上帝安怎处理押沙龙这个骄傲的少年人，经文接续这个缘投的押沙龙出现啊。押沙龙生了偌好，伫撒母耳下卷14章25到26节有形容。伫以色列人中，无人亲像押沙龙遐尔英俊，得着人学乐，对骹底到头壳顶拢无缺点。押沙龙逐年着剪一摆头毛，因为伊的头毛真重，伊剪起来的头毛照王的称大约2公斤，200舍克勒，咱现代单位是2公斤。哇，一年加头毛的。这个重是重2公斤呢，哇！头发浓密的完美男子啊！
即押沙龙可能迄阵拢逐工无闲，伫计划安怎来反叛伊老爸，无时间家头问，就想袂到伊长头毛竟然为着伊带来杀身之祸。经文甲咱讲，押沙龙骑骡拄着大笔的步下，骡走对大樟树真严的树丫下面经过，伊的头毛交着树枝，人吊伫半空中，所骑的骡做伊去。哇，这非常尴尬的一个画面。骡子跑了，这个美丽英俊的王子吊在他的头发缠到树枝，吊在树上。伊骄傲得着人学落迄个头毛，较正做伊致命的关键。但是就伫押沙龙吊伫树枝，无法度落来时，较无人敢出手去抬伊，因为因拢有听见国王大笔的话。但是咱看见一个人毋管啊，就是将军约押，伊毋管啊，约押提枪刺透押沙龙的心脏。然后，伊身躯边这个军队伊的人，嘛接续用刀杀死押沙龙。今仔日这段经文非常的戏剧性，充满家庭、国家内面的纷争，嘛充满政治的手段。但是，咱敢有发现，这毋是上帝要对付的问题？上帝要对付的问题根本是啥？是骄傲，大笔的骄傲，押沙龙的骄傲，将军约押的骄傲。咱若继续看落去，会当看见上帝的智慧是超越人的智慧。这个人无论佮安怎骄傲，嘛无法度赢过上帝。所以，当咱看见这历史，咱若会晓紧将骄傲放落来，这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人。因为咱若毋愿意放落咱的骄傲，直到上帝来修正，可能咱就要承受更较多的痛苦。第33回以前，许超燕医师会当讲是天之骄子，伊国中、高中拢是第1名毕业，伊嘛用全国前20名的成绩进入台大医学院。大学毕业进前，伊娶到台大社工系的美女，伊形容当时的人生是生命中好亲像一直摕100分。但是，伫伊33岁迄年的元旦，伫伊甲教会福音队到伫中国宣教了后，因有安排一个滑雪的行程，无想到伊发生意外，造成伊对胸坎下面拢总瘫痪，胸口以下全部瘫痪。这对伊来讲非常大的冲击，但无法度行路，并且大小便嘛无法度自理。伊的皮肤失去感觉，伊的神经24小时非常的痛痛。伫迄时，伊已经真做基督徒12年啊，但是面对安尼意外，伊还是非常的惊吓。伊嘛发现过去伊的成功完全无法度来帮衬支持伊，所以当伊倒伫病院，伊一届伫遐问上帝。问上帝讲：为什么上帝你要互即件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顶咧？但是就伫伊不断伫遐思考，伊嘛发现上帝早伫第一个时间出手帮衬伊，因为当时伊弄到的若是伊的头壳，一定是当场死亡。所以伊讲，我相信一件代志，毋管是偌悲惨的灾难，因为有上帝在保护我。也因为我坚调上帝，所以伫我面对即件真重大的灾难的时，有对上帝来的力量帮助我会当面对。虽然安尼，上帝拯救换来是伊一世人的瘫痪，但是许超燕医生表示，经过这日子，伊体会到灾难会当互人哪来哪谦卑。虽然一开始伊真正是放袂落伊的面子的问题。但是，当伊渐渐学习放落家己的骄傲，伊较开始感谢上帝。上帝帮助我换新性命，甲上帝关系哪来哪亲近，嘛甲身躯边的人的关系哪来哪亲近。我嘛搁较珍惜我厝内人，
虽然我的人生因为即场意外掌握的物件搁较少啊，但是我搁较自由啊。经过上帝修正，人会当哪来哪行往上帝道路。但是若上帝修正，咱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所以咱若会当透过历史、透过别人的见证，照着圣经的真理来提醒咱家己，咱就毋免行遐尼多冤枉的路。但是实在无容易，因为咱的罪性就是安尼。毋过，伫咱随时意识着讲，咱伫我的内心有迄个无上帝无喜爱的物件开始特别出现的时，咱会当赶紧来祈祷，求上帝的圣神来充满我，帮助我，互我免跌到行到灭亡。咱做伙来祈祷。主恳求你照着这段历史，搁一届来提醒阮。阮看见当一个人会做伊无得到完全的处理的时，伊无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反悔，伊无展开互上帝来医治的时，安尼做会继续延续到伊的后一代，甚至伫规个国家、规个社会。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有勇气将阮的罪展开伫你的面头前，互你完全来除灭。也帮助阮，互阮会当知影，靠阮家己是无可能的，靠阮家己才会做，只有哪饲哪大。阮只有我靠上帝，当阮的骄傲互你除去的时，阮的人生才会当行往你所喜爱的道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做伙来读2遍。也无伫予上帝的圣心油文，就是所捌用来确认你到伫赎回的日个，一切的苦毒、怨恨、受气、酸辱、诽谤，以及一切恶毒，拢着对恁中间除去。以弗所书第4章30到31节。也无伫予上帝的圣心油文，就是所捌用来确认恁到伫赎回的日个，一切苦毒、怨恨、受气、酸辱、诽谤，以及一切恶毒，拢着对恁中间除去。以弗所书第4章30节到31节。三角的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21首。圣诗321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赖玉凡执事、赖宜佳执事、廖敏树执事、曾庆仁长老、蔡淑芬长老、林宗正长老来负责奉献。
起哩。请坐。消息报告：第4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参加。第5点，今仔日下晡中执会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参加。第6点，双联大学定8月16號禮拜5早起10點。要举行双联大学返校日活动，邀请叶养珍老师带领音乐律动课程，欢迎兄弟参加。第9点，为避免资源浪费，教会赠送予会友的画贴仔，采用登记的方法，一户一份，请伫8月25號禮拜日進前伫1樓公布欄登記。也是打电话来教会登记。集体关怀第2点，何志宏兄弟甲陈碧琛姊妹定8月31號禮拜6下晡1點，要伫本教會舉行結婚感恩禮拜，歡迎兄弟觀禮。請牧師補充報告，甲介紹新來的人客。好，咱今仔日。有文典兄的太太甲查某囝林华姐甲伊查某囝伫遮来伫咱教会聚会，我嘛代表因的家庭，咱所有兄弟姊妹来致因家庭，互咱兄弟姊妹的道谢吼。咱的过去，咱兄弟姊妹甲恩典乡有真侪的密切的关系，也是咱昨伫个别礼拜伫遐来陪伴因，互咱嘛继续为着林华姐甲因全家来祈祷，请坐。好，咱。中间，咱过去拢有带到一位兄弟，叫做赵佑庄弟兄，吼，伊嘛伫拜5的是蒙主恩调，咱嘛恳求主安慰伊的家族。或者即是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姊妹淑芳、燕纯、齐云，嘛为着身躯欠安的丁友兄、林水长老、赵荣兄、慧玲姐、民主姐、白长老娘、阿卡姐、邓妈妈。道明兄、俊晴兄、张老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遮个集体来祈祷。主安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伫遮的少年组的遮个兄弟姊妹，因的服侍下面，因带阮来敬拜你。主恳求你保守即群的少年囡仔，互因不但伫学业顶面有真好的学习，也伫信仰上、伫家庭的生活上，拢会当日日来得到进步。主恳求你保守因甲因的家庭，也互因会当伫即个时代，虽然是充满试探引诱的时代，总是互遮囡仔会当因为有上帝，会当得到保护。主也恳求你帮助。阮为着恩典乡的家庭来祈祷，因失去因的老爸，因的先生，安尼心需要上帝你的医治甲安慰，恳求主你就甲因同在，互恩典乡的太太甲查某囝，互因会当伫上帝陪伴下面来经过遮个死荫的山谷。主，我想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真侪兄弟姊妹身躯欠安、心灵欠安呢，主恳求你会当来医治、保护，互因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体会着上帝你的扶持。我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互因甲因腹肚内囡仔拢会当真平安健康。
也互真侪有细汉囡仔或者个家庭，也互因有智慧、有时间，会当好好啊养饲因的细囝。阮也要为着教会建堂事工来祈祷，恳求你保护阮、帮助阮，互阮会当伫你的脚步下面继续向前行。虽然阮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总是伫做伙行的即条路的顶面，阮彼此会当来分享，彼此来分担。阮也相信上帝你有好的意思甲安排。阮嘛要为着世界来祈祷。祝阮看见即个世界充满侪的患难，有天灾，有人祸，有战争，有人伫无平安、无人道的环境内面。主恳求你的保守、帮助，也互人类伫即时也会当伸出疼痛的手来彼此来扶持，也为着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看顾遮个宣教师，因伫无共款的所在伫传扬福音。恳求你赏赐你的气力甲智慧，互因也保守因甲因的家庭拢有平安。阮将兄弟姊妹交托伫主你的手里，伫即个炎热的天气，恳求你保守阮，互阮有健康的心灵，会当来跟地你。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每一日的生活也会当谨慎靠主来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吟圣诗，圣诗398首，圣诗398首。吟诗后，请牧师来教导，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